啦，这个交通部长林佳龙早起到嘉义参加座谈会，了解云嘉南滨海观光的困境要安怎来解决。另外，针对今仔日安心旅游来启动，部长是呼吁到业者唔通抬价验量，也就是唔通去贪着眼前小小的好处，来损害更较大的利益，要甲优质旅游的产品甲杀出来。 那些关岛的教堂外形有够水，不过604年外人气却是愈来愈低，加上疫情影响，附近的生意人拢做无生意，都对着安心旅游实施的头一天，交通部长林佳龙落南到嘉义去关心，希望讲会使提升云嘉南地区的观光特色，就是有很多非常农村啊，或者是渔港啊，还有很好的这种人情跟美食。 那这些特色现在需要的就是把它串。林佳龙嘛呼吁业者爱将优质的旅游产品杀出来，照到将顶半年失去观光财甲赚回来。最近台中火力发电厂2号机组第5日进前启动，引起台中市政府要甲罚钱，除了讲要依照空污法甲重罚2000万以外，更加表示要函送负责人双方的攻防。较早捌做嘅台中市长林佳龙伊嘛有回应，不应该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把它。 过度的去政治化，应该要拿出具体的办法。那卢市长应该提出一个改善公务的目标跟时程。已经替罗秀燕唔能将空气污染的改善伤政治化，前任甲现任市长继续伫空气污染的议题先拼先。